偏乡石邦协会创会理事长徐英军表示，偏乡留袂住少年人，主要是因为无工课机会。而有一寡小农因为理想甲坚持，因是以古法也就是有机方式栽种作物，但因为欠缺行销经费甲通路，无都将因的优质产品介绍予更侪人知影。偏乡石邦协会特别来到府城才有名夏林海产寻求合作，希望会当做伙帮助偏乡小农行销。营军理事长啊，能够对东山一直都很付出啊。我们经营夏林餐厅也很荣幸能够有机会跟东山的小农来配合，第一次把它推广到市区的餐厅里面啊，希望我们这次可以办得很圆满成功，大家多多支持东山。我们这次的产品有那个丝瓜，好吃的丝瓜，然后还有麻油，还有龙眼干，然后还有咖啡，然后火龙果跟青皮椪干都是当地在地的农产品。市府农业局也相当重视这届活动，局长李建宇嘛特别到场支持。大家想要将咱东山、咱的青农、小农所种这无毒好的农产品哦，交咱夏林海鲜餐厅做一个结合。我想这是一个做有意义的工作，因为咱定伫国外看到讲哦，国外做的餐厅，伊拢甲咱的偏乡一寡小农买做一好的物件，啊来餐厅食咧煮食，啊或者迄个顾客来遮采购，啊甚至讲因嘛从这采购食材，这提供食材，这咱这青农小农的基本资料放伫店内底。啊，所以做者咱这小农、青农的朋友，若来进行店食看到时阵哦，特别有亲切感。我想哦，伟泽市长一直杀咱的健康无毒的食材，这是一个做的开端哦。天下第一东山叶菜色包含幸福丝瓜云吞面线、夏林的茭白土托鱼糜、野姜花鲜鸡汤、古早味麻油松板猪丁丁的菜色，不过有够特色的菜肴，也好真侪顾客俄罗盖特质。很好吃，很特别。有没有哪一道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？特别推荐松板猪很好吃，那个味道很好。活动现场不但有美味的料理，嘛有展示大厨花件咖啡，更有小农的红龙果丁产品。协会主动出击，就是希望将这的东山出产服务产介绍给更多民众认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